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真假假之间》节目，我是碧纯。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每天都会上网啊？然后会连接一些网址，但是您知道吗？你上网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网址哦，它是恶意的连接，然后你一点进去，你有可能落入它的陷阱，会被攻击啦，或者是会被诈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怎么样连结按压停看听。为大家邀请到3位贵宾，现在就为大家做个介绍。那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台南市中西区5条港里的里长沈连哲里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中西区5条港里长沈连哲。欢迎里长哈。好，来介绍的来为大家介绍是我们中嘉集团的媒体识读讲师许曼珍小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珍。好可爱的曼珍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固定的、我们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老师，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张英韶。今天有曼珍在，我刚刚一直在想，突然我们2个都有点愣住。我就想，大家好，我是曼珍。我是英韶。大家好，我是碧纯。应该要这样讲吗？应该哦。是好，你看可爱的曼珍，我们带来了多少的活力哦。可是我真的要先说，虽然可能主持人还没开题，但是我觉得曼珍的声音哦，很适合当诈骗集团你说可以骗人家，好甜美哦，很甜美哦，就像是自己家的孩子。因为我接过很多这种小女生来的电话，我心都融了耶，我都不好意思戳破对方。对啊，哇，你看，所以呢，那能蛮行歪咯。曼珍呢，她就走正路，她来当我们中嘉集团的媒体识读讲师哦。然后她没有去走歪路，走歪路可能赚的比较多啦，但是她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真的，所以其实甜美的声音做甜美的好事，会有好的回报，对不对？对，就会有甜美的结果。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直接来切入主题。好，老师，网络连结到底潜在哪些风险？我们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一讲，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用网络嘛。真的，而且网络里头，其实尤其是手机啦，我们直接拿手机来说，手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点它。所以常常看到可以点的没有点，心里都痒痒的，很难过，手都动没掉就点了。对，可以同意的我们就直接都同意，因为反正他写什么也不重点，要赶快同意他。所以这好像是一种习惯。对。所以当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讯息，不管是在 FB 或者在 IG。或者是在什么小红书、抖音或Twitter，然后或者是一些 email， 甚至于我们的简讯，常常我们看到可以连结的，你就觉得手很痒，没有点进去，就赶快但是各位，现在各个单位都不断的告诉我们，他不叫你点啦。对，现在像很多的单位都跟你说，他不会叫你点连结。我很常收到的就是说，我的账单还没交，尤其什么中华电信的账单啊，什么买书的账单啊，然后电费、水费，他就跟你说你还没交，叫你点下去。那事实上，这个都风险很高。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独立的。另外拿出我们的水电单、电话单上面写的号码，我们自己拨回去问清楚。所以手痒痒的忍下来。对，没错，很多连结你一点进去以后，它那个网页还做的跟原本说中华电信一模一样，就一模一样啊，你根本没办法分辨。所以像老师讲的，你就是直接拿你的账单，或者是你自己去查。不要按那个连结，这样就对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网络上面呢，可能就会很多连结，你乱按就会被诈骗，对不对？那讲到诈骗这个问题，我就要来请教一下里长。里长，其实听说你以前也被诈骗过，对不对？所以我非常痛恨诈骗集团的样子。没关系，我们也都被诈骗过，我们都有。对，我80几年那时候都是电话中呢猜猜看猜猜我是谁？那个以前最常用的，现在还在用他打电话来就说：“我是姚啊。”我说：“好，嘿你姚啊，什么代志？无啦，迄个给你打电话给你问一下安尼尔。然后电话就切断了然后再过2、3分钟又打电话来说，他现在在股票市场，然后
要交割不够钱，要跟我借2万5啊，2万5啊！民国80几年的时候，他借2万5，我想说，他是真的就在可是之前我就在跟我喊聊天嘛，我说你不会股票市场，你这么打电话我要冲啥？然后他就跟我说，对啊，就安尼啊，你跟你股票市场，电话就挂断。你还听不出他声音不太一样，他都装得很像这样。也没有那么一准。朋友伤济啊，朋友伤济，我就是对不？所以迄个邀的人家我接到的拢是讲，哈，遮久无听的，你还会记得我送无？我拢是自己，我们才自己自动对号入座，我就对过。绝对都是对号入座啦，都对号入座。然后他后来给我骗3万块。你真正哇，你就真的被骗了。其实诈骗他真的环环相扣呢。他叫我拿去放在哪里？他本来说他要来拿，然后跟我说要不然你拿去放在那个国华街跟那个民生路口那个卖面的那边。哎呦，哇，他有跟卖面的串通吗？对，他就咱家领导里去附近呢。对就很厉害。然后我就拿去那边就跟我就跟老板娘说我会来拿。那我们就走掉了，忙嘛，事情很多就忙了。然后，他还真的来拿呢。但是后来他是请一个开计程车的人来拿。也算他拿一个计程车，对，所以车手可能就这样开始了。他再请一个计程车司机来拿，然后来拿之后，他我头家话足厉害，一个去上你们知？一个抄河尾啦，迄阵个抄河尾，抄车牌河尾，抄车牌河尾安尼。可是后来报案也是，就民国86、7年的时候，就是也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也是没有办法抓到。对，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用车手啊，计程车车手。其实车手嘛是会抓啦，不过车手定定嘛会讲我唔捌伊啊，人家我都接到订单，我都退所以那些后来就这个案子，我就觉得自己很就记到现在，不会，那就是诈骗集团太厉害。你一定为特色在心呐，对啊，这很热心啊，就变3万。所以我后来对这种东西就蛮敏锐的、敏感的。我感觉你张吼，较上去的不是3万块，较上去的是讲我这张面吼是要坑位对，他含我都会哄骗去。对啊，连里长因为里长太热心了，人家跟他借他都会借。你张若哄骗去，安尼里面吼。很难躲，对，因为一见多识广。对啊，所以现在里面也是有一些被骗的，对不对？像最近就蛮多见的，像有人被在 FB 交友，交友，然后找他投资，就投资这样，现在就是基本上他少年的那种奇怪、他奇怪的物件，咱就到处股票嘛，到处帮者散买迄个什么物件，用到处。比特币黑啦，虚拟货币对了，那个虚拟货币我还陪他去那个派出所报案，他被骗了200多万。哇，200很多，不会啦，还有更多，欠3万就很多了。是讲还一山还有一山，对，还有更多的。对，然后就是点那个交友而已啊，然后就一直汇钱给他，然后到一个什么平台，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对这个都比较不了解。他会到一个平台去，他要转到那个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资金的那个什么那个投资的那个管道的那个，是一个就是说类似比特币那种什么虚拟货币那种东西。然后长辈会感觉家己做时髦的呢，竟然当对到这种下新潮的物件。对后来就因为他一直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后来他还拿他家的那个。房契地契要去贷款，直接贷款要去贷款，然后去贷款，然后给他所以他就也算好运啦，因太太都唔知创发现，迄个土地康帮我放真开无去敢问伊摕个贷款，天哪，摕贷款好佳才多伫迄个时阵多迄个他就来找我嘛，我就跟他说。这种物件，当然我是无啥熟啦但是我感觉这种物件大部分拢骗人的较侪啦。对。因为就很多这种案例突然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出现，所以我们就会很警觉性的跟他说，要不然我带你去派出所看看，
好啊，请那个所长来，或者说现在侦查队都有一些那个人会关注这个点。尤其是这种新式的诈骗，对，这个你用普通那种较知影啊，但是这种什么虚拟货币，这样较不想了解。对，然后所以里长带他去派出所是对的，对，真的要报警。如果自己咱的长辈、咱的民众袂晓处理，你就直接去派出所、警察局，伊拢会帮你协助处理。不过讲真的呢，我感觉迄是算讲吼，一个原来好运个睿智吼的里民，伊会当安尼请来咱讲，对不？对。我咧相信。歹势讲的可能这些吧，里长，你们里内应该，我相信，其实每天被诈骗金额这么多，一定很多人不敢讲，对不对？你看，干那5月全台湾80几亿啊，绝对不是200万一摊会当解决啊。因为在比较，阮拢较伫基层啊吼，其实阮里头有一个欧巴桑吼。哄骗2000几万，2000几万，2000几万，金额愈来愈多。无，真正2000几万啊！我嘛唔知影这件代志是有一天派出所的副所长来跟我讲，你敢是去关心一下啊？伊最近都无看伊人，他被骗了之后啊，然后就可能是心情也郁闷了。对啊，然后他本来都对，伊拢带狗啊遛狗咧呢。我嘛家己感觉讲，啊，这几日迄个伊较足。久无出来啊呢，我就也没有很特意去那个，因为理也很大嘛。然后就副所长跟我说，你敢是要关心别人吼，啊无吼，伊这吼，你知想没亏呀，他想不开。所以后来我们就请他们志工队，就是每3天就去给他按个门铃，去跟他聊聊天，这样那个要关心一下。对啊，一两年哦，他最近才又走出来呀。真的呢，金额那么大，都惊不出来啦，对啊。其实这样的案例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因为刚才就节目之前有听里长讲很多，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无所不在，然后各种方式去骗你，传统的方式以外，还会用一些网络或是你按压连结的方式，然后来诈骗更容易，所以。这下子我们就可能要来请问我们最可爱的这个曼桢小老师，媒体识读小老师，他有做了一些准备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讲说，哪些就是可能会来进行这个诈骗，然后是会让你误入陷阱的。其实刚刚里长讲的很重要，就是诈骗其实对一个家庭的打击真的很大，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不明的连结，那就视同陌生人来敲你家的门。你没有看清楚，那就千万不可以开门。这个句话，请大家记在心中。没错。究竟我们有哪些连结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网络连结它潜在哪些风险呢？刚刚英嫂老师有讲到，就是现在的那个网络的连结来源爸舅嘛，什么赖啊、社群啊等等，非常的多。那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每个连结有很多的地雷，那大概有3个地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那第一个就是个资，就是一键点下去，个资秒蒸发。因为其实现在诈骗集团它其实都很聪明，它很会跟时事嘛。那比如说像是最近如果是报税季，那你可能就会收到国税局的报税的退税通知。那可能你收到简讯的时候，一般民众不会有什么疑虑嘛，因为好像还蛮正常的，就是生活化的事件这样子。点进去，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身份证啊、你的什么金融账户都被盗光光。盗光光之后，你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好像这几天开始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诈骗集团开始打电话给你了，你会发现很多话术就可能会等着你中招。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手机中毒，你自己也会变成帮凶。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点进去，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嘛，那可能网站你就跳出去，你以为它网站失效，就会发生什么状况？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什么状况。结果嘞，其实你的手机已经被植入了恶意的程式，这时候你的社群的赖账号可能就会被盗，被盗之后，他就会发送一些什么奇怪的借钱啊，然后还是自动小额扣款啊，然后还是什么讯息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对，那这时候想要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进警局，就是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个赖账号被盗了，结果嘞全班都收到我的借钱的讯息，那同学们呢好像都OK，他们好像有发现这是诈骗，但是我刚好我的导师
他可能想说我平常形象太乖巧了，他就真的借你，就真的借我。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人生第一次进警局到案说明，然后对，然后我的毕业纪念册，然后上面还有写什么？老师写说，永远记得被曼桢诈骗的经验哦。曼桢国中就会骗人啊，真的，人生不小心被诈骗的。我真的很想插播呢。对，我们你插播一下。我们老师，我好几个同事哦，都有被以前的旧学生。对，因为我们都会加好友嘛，FB 好友，也是被借钱，还有一个说什么他什么学费交不出去，我们老师好几位耶，很可怜呢。我们薪水又不多，然后大家都被借3万块，3万块是不是平均门槛？好像大家都是这个，因为比较好转啊。刚刚你讲也讲3万块，好奇怪。对啊，因为他3万就是设定可以转出去就是3万，不用再麻烦再去设定。哦，原来是这样。老师你不知道吗？你都转几10万的，是不是？不是，我从来不花钱的。好，谢谢。都是老公花钱给他的，对，所以一般会3万以下。我老公说我很容易会被骗，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放在他那儿，所以比较安全了啦。对啊，所以观众朋友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都是3万或3万以下？因为就是设定这个你可以直接转。那你如果转资在更高的金额，超过3万块，你可能就要去做设定，要不然就是银行啊、邮局的行员会一直问你。难怪我们我们都会看到新闻，都是说在被柜员挡下来，都是10万啊。对，哦，原来有这个门槛。对，是这个。哦，老师原来不知道，那就贵妇不知道都乱花钱。好，来曼桢继续。好，那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要记得，就是之前会听到什么投资诈骗、股票大神手把手教你什么炒股嘛，这个其实已经很多都知道，这理财方面的大家都知道，很可能是假的。现在诈骗集团更聪明了，他会为你撰写你专属的剧本。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会有什么演算法、大数据嘛。那比如说，像我有朋友，他可能近期想要找兼职的副业，很好，这时候他的那个 IG 就会跳出广告，什么配音员啊、打字员啊，然后儿童才艺班，这种好像都很适合兼职，有没有？对啊，点进去干嘛？叫你加什么赖的群组啦，赖的群组之后加进去，其实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一起兼职啊，然后有些工作上的讯息往来，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耶。这个他其实他是会慢慢给你洗脑的，他会慢慢的有一些剧本慢慢的跑。所以他前期可能就是正常的工作讯息连接，那到后来会变成什么？出现赞助、圆梦计划、合作计划等等的。可这时候很多人就说：“1年2年，没有人会觉得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不知不觉就被洗脑，然后就跳入了这个陷阱当中。”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到监狱去做一些关怀跟辅导，是那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车手，其实是这样来的他们就是要兼职要干嘛的，然后就被拐进去，所以他发现你没有钱的可以投资理财的时候，他就骗你的人，真的就骗人了，帮他们骗啊。有些就是账号给人家，然后有些就是整个人去帮人家当车手，真的就是这样对，所以之前也有人说，他其实已经是底层了，弱势家庭了，他想要找个兼职工作，就惹上官司，因为他自己也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对啊，他自己根本不晓得他以为他在打工。对，没错，他就骗不到你的钱，就骗你的人跟或者骗一个账户，可以让你去开一个账户，在家躺着就可以收什么钱之类的。对，好，那这部分里长是不是你们里内也有这种状况？对，我现在想到有一位比较那个比较弱势一点点的，但是但是他还有在工作，他就是因为他也没有钱啊，然后他就是在也是类似这样子打工的过程中，他想多赚一点钱，然后就他被我变车手啊，他的账号被转钱，后来我陪他到因为就被抓到了嘛，然后被抓到就地检那边就会起诉他，然后送到法院去。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弱智，你说要抓他去关也是很辛苦啦哈。然后后来我们就也一直协助他。然后他的账号就被盗用去，一钱的来料然后赚出来，钱的来料然后赚出来呢。所以他就是他的账户，对，他的账户被利用了，然后这个都有
都有刑事责任啊。对，但这个东西都有刑事责任，所以嘛要甲大家呼吁一下，讲吼，种物件啊，真正发生的时阵，我感觉第一个反应是报警啊。你还是得报警啊！你自己被弄了，但是你不要说啊，我惊警察管安呐，我惊什么人管安呐，啊，我可能有什么罪？可是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刑事的罪，他好像被判了。那可是后来我们是因为他的情况，我们就请检察官跟让他做那个到公所去做那个什么立服劳役、服劳役那一种啊。但是我是觉得是应该要赶快把这事情报警啊，因为受到你诈骗的人，他后来假如说来找你的话，你还是要赔他。他现在工作每个月都要还。好像6000块给那个被骗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在法院就是有调解，然后和解之后，检察官才可以这样子的用服劳役的方式，让他不用去关。对，所以这部分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沦为这个人头账户，然后沦为车手之类的。好，那我们一般可能在看网络连结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这个英文数字啊、然后或者是什么字母哦，然后就是搞不清楚说，看起来一大堆，谁会去研究说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来，这个部分的话，请曼珍跟我们讲哦，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好，那这里呢，简单跟大家分享3个看破诈骗网址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先看结尾。我们大家有个概念，就是通常政府的都是 .gov， 那如果是一般银行的呢，就是一般的 .com， 就是.com。所以啊，其实如果是那种什么奇奇怪怪的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其实它的网址都会有点怪怪的，就是其实很明显，比如说 TOP 啊，一大堆的，随便乱编的，对，随便乱编，因为它那种教育网站，它其实是免费的，免费的话，它的网址就不会是正常的网址，是，所以其实不只看结尾，看中间也是。那他们其实最喜欢干嘛？就是用障眼法啊，有时候像什么 L 跟1数字1就会很像，那最常见的是用0跟 O。对，像这个是一个模拟的那个网址嘛。对。那其实大家记得一个概念是 O 要嘴巴要开开的，所以它会长得比较胖。那如果是数字1的话，它会长得比较瘦长。但其实有时候你眼睛花花的，你根本看不到啦。对啊，那个有时候看0跟 O 真的很难分啊，对不对？所以请我们这种老花的。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第3个可以注意的，这就是 HTTP 有没有加 S。那它前面有没有加一个锁头？因为有锁头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级别的。这3点大家可以当做参考。对，那如果说我们不会分辨啊，像那个 O 跟0我怎么分啊？然后数字一大堆，然后英文字一大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查证？好，那这边呢非常的重要，这其实我到处跟李明他们讲，就是大家记得防范诈骗最重要就是要去查证。那这边有教大家几个神队友工具，对，那第一个其实我们就是请教我们的 Google 大神，你就直接把网址输入进去，打上诈骗2个字，你应该不会是这么不幸，你是第一个受害者吧？那说不定之前就一定有人被诈骗过有相关的案例，那可以当做参考。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现在都有 LINE。那你就加赖好友啊，像现在有什么赖讯息查证嘛，买 GoPay 嘛，哩哩扣扣的一大堆的赖好友，那他就真的很像你的朋友一样啊。你把你的收到了奇怪的讯息啊、连结啊传给他，那有些背后后台还会有真人帮你做伪证，帮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假的。那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官方网站非常的多，账号也非常的多，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上网去查。那最后一个是推荐大家的是全球反诈骗组织，它是一个官方网站。那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诈骗案件啊，然后也收录了很多的诈骗连结，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你刚刚收到了那个连结有没有在里面？这样子。对，没错。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分辨，就善用这些工具嘛，哈。好，那里长，像你们里内啊，你会不会都有去宣导？我不知道说你有跟中嘉集团有在配合，就是曼珍小老师会去你们里内做宣导。你觉得他这样子的宣导对尤其是长辈朋友来讲，到底刚好？其实而且嘛，感谢中嘉吼，因为曼珍吼实在足久的，就是讲吼，伊拢去阮社区吼，宣导这方面的啦吼。其实一直配合一直拢扛迄个请长辈到活动中心来听这些那个诈骗的东西吼，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啦。应该吼但是诈骗的手法一直更新啦，一直更新做这物件吼，拢需要做
甚至政府啦、民间做者诶资源落去挹注落去迄个咱的社里啦。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咱社里的方面啦，吼，像迄个总家分局遐，派出所拢做这反诈骗啊，但是可能就爱去。我有当时讲，想要甲老师请教的讲，是安那个遮侪人会去骗去？是咱推展的不够普及吗？以我们的社区，我们几乎唔敢讲100%，因为7%-8%拢去甲大家讲过啊。对，还是会被骗。啊，有种人会去骗去。啊，所以讲我讲，这是人性的心理方面的层面，没让去建设呢，还是讲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来请教老师。传播学理内底吼。有一种叫做绝对无知，听到敢若袂输你人骂，其实毋是，意思就是讲，不管咱做到什么程度，总是会有人收袂到。对，吼啊，就算伊真正有收到，伊的资格甲伊的人脉，加咱要互伊资格甲人脉的，可能会无共，所以总是会有安尼。所以咱里长的存在。有伊足绝对的必要性啦，因为总是你安尼若顺一个，就会当去补遐个芳。所以为什么咱足侪到府服务啦，还是讲咱搁真侪讲咱有志工大队，原因就是安尼，因为以阮的学理来看，就是有遮个人，就算少啊，丢一两下嘛是足可怕的呢。对啊，就会很多人被诈骗。没错。好，那我们再另外开集来谈这个好了。好，那我们最后就要请我们的媒体识读小老师曼珍呢，跟大家讲防诈的撇步好了。最后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对啊，那个急拍谈不要被诈骗集团赚光光，像诈骗集团好像真的可以赚的是比一般企业还要多，多很多，数千万倍。所以要跟大家讲，不要掉入奇怪的陷阱里面呐。那有几个。那诈骗的话术要跟大家讲，那像是什么这边的什么操作错误啊，请你分期付款啊，然后什么紧急啊，内部公告啊，资讯透露给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当作是假的啦，好不好？然后那个还有什么银行要记得，银行它绝对不会请你到 ATM 去汇款，然后还有一点，你要找工作，只要是加入赖群组的，我们一律给它当作是诈骗。怎么可能正规的正职工作会直接叫你加赖好友？这个太奇怪了吧！然后也跟大家讲3个行动的守则。第一个是免费好康，冷静想。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听到很好看的，有让你什么惊恐惊吓还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先calm down，要先休淡节，记住的手势，休淡节嘞，先冷静一下，不要做下一个动作嘛。那第二个就是官方的讯息要优先查，你是可能收到劳工局的也好，卫生局也好，什么公家机关的那个都没关系，你都是先直接去上他们的网站去查啊，有疑虑没关系，我们就打给相关的窗口，直接打电话确认是最好的。那最后一个是陌生的连结不要手滑，不要再不小心就点下去，出代机哦。对，没错。好，谢谢曼珍。所以呢，连结按压要停看听拿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3位贵宾，谢谢你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那我们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会喽。